伫咧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消防人员单子旁损失。7月15日天，正人也该举办队士告别式。消防署加封单子旁做分队长，并且也特别设过消防局，这个消防兄弟姊妹列队第一，要来甲单子旁受伤。 6月30日，彰化市交友大楼火灾，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15日天举办队士告别式，由内政部长徐国勇颁发保养令，消防署长陈文良、馆长王惠美分别颁授消防楷模参分队长的晋升令。典礼结束，灵车为殡仪馆出发，经过消防局的时，警义小同事也列队致敬，送陈志环最后一程。 目前交友大楼火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陈志环家属希望赶紧查明真相，给因一个交代。到现在我都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他们都只有随便说一说而已啊。我们的诉求还是很简单，希望真相是透明公开的。那另外我们希望是可以立碑。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参陈志环的家属也伫网络发起成立工会的联署活动，确保受到职业安全保障的消防员，行好争取安全友善的工作环境。公务体系内长期缺乏消防员或者是所有公务员表达他们集体的劳动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组织工会，能够让消防员有自救的权利，来对等的跟政府来讨论说，劳动上的待遇、业务的减少，是能够透过劳动三权来保障的。 朱立武也呼吁政府爱重视消防人力无够的问题，消防业务应该专职负责，降低工作风险，卖互殉职的消防员白白牺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